講教育。嚟到張振興伉儷書院呢一度咧，同振興男兒啊呢一度嘅籃球隊咧一齊傾下偈。我而家眼前咧有佢哋嘅教練朗教喺度嘅，佢係舊生，亦都係佢哋而家教練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喺度要問下你啦，係呢度嘅舊生啦，之前亦都係即係張振興嘅籃球隊成員啦，比賽過好多次啦，然後再翻嚟成為佢哋嘅教練，望住一批又一批嘅男仔，可能就已經成為男人啦，跟住然之後又打好多唔同嘅比賽，成績又好優秀啦，或者有佢哋唔同嘅發展啦。對於你嚟講，又係舊生又係教練，個感受係點㗎咧？對於我嚟講，又係舊生又係教練。我對住佢哋我淨係覺得要做好一件事啫，就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個舞台，就我哋學校啦，張振興啦，就有一個舞台俾佢哋發揮到佢哋自己最好嘅地方。因為其實我哋呢一班小朋友啦，可能佢哋就同一般嘅小朋友有啲唔同，可能就喺讀書上面咧，可能成績就未如理想，但係其實佢哋有佢哋嘅長處，但係就好多時就冇話被發掘到出嚟咁啊，所以就希望我透過舊生或者教練嘅身份啦，令到佢哋可以喺呢一個舞台發光發亮。